雷霆881，叱咤903，有誰共鳴？ Hello， 大家好，我係張光宇。今日嚟到有誰共鳴嘅節目啦，咁我就會分享我8隻有共鳴嘅歌曲啦。咁希望咁多位聽眾能夠去揾到你哋嘅共鳴啦，同埋希望你哋可以欣賞到以下落嚟嘅歌曲。我亦都會介紹一個慈善團體，希望大家會支持。張光宇形容自己喺未遇上音樂之前嘅人生就好似一場漫無目的嘅旅行，蕩失喺途中短暫嘅風光，但係就揾唔到屬於自己嘅目的地，亦揾唔到意義。後嚟偶爾諗起小時候曾經短暫接觸音樂時嘅喜悅，於是孤注一擲，放下一切，重新投入學習音樂。咁細個啦，以前中意嘅嘢同而家中意嘅嘢又會有啲唔同啦。可能細個咁啊，不斷會有唔同嘅寄情同唔同嘅比較。細個嘅時候即係我媽同我講你都唔需要用呢樣嘢咁樣，但係我話其他同學仔都有喎咁樣，跟住我就好唔鋸啦，好唔忿氣啦。跟住就，但係冇 say 噶嘛，細個嘅時候係嘛，咁啊冇辦法啦咁樣。隨住年紀大咗之後，我嘅寄情嘅嘢又會唔同咗，所以亦都令到我諗到，其實我個人嗰個心理嘅變化都好大啊，有少少想發脾氣啊，有少少想可唔可以成日去個朋友屋企玩啊咁樣，跟住問佢可唔可以借嚟玩啊，諸如此類，即係諗好多唔同嘅詭計啦。但係當時始終自己嘅能力好有限，又諗唔到啲咩詭計出嚟，咁但係就會即係不斷有呢啲唔係幾好嘅情緒咯。咁但係隨住日後都會變化咯。去到大個咗啊，可能有啲戀愛上嘅嘢又會令到自己可能迷失啦，有啲唔好啊嘅情感啦。咁其實人呢，喺唔同嘅經歷咧，唔同嘅位置咧，都會有唔同嘅情感或者唔同嘅寄情寄託嘅。所以我覺得每個人咧，隨住時間嘅變化咧，你哋嘅心路歷程都會有個變化嘅。咁我希望接下嚟有呢首歌，呢隻歌係鄭秀文嘅《時間之光》，佢教識咗我，原來人呢係隨住自己唔同嘅位置咧，其實諗嘅嘢係會唔同，所以唔好俾當刻嘅情緒太過左右你。童年裏每天都擁抱無報小丑，從前我覺得他的生命比我重，那份幼稚，那份笑容，也在時光失了蹤。從頭我再找一位好友更得寵。從前我覺得他的喜怒比我重，結伴上流，跌落時空，再重要始終都會告終。當甜美無法不朽，回頭清風兩袖，沒法來笑着擁有，就要哭着放開手。是白走。從頭再去找真心所愛去相擁，情人卻要走一聲珍重比我重。抱着發夢，美夢成空，有日這雙手總要放鬆。手，誰愛誰會不朽，誰人貪新厭舊，熱愛誰那樣深厚，亦有一日要分手。時光能夠融化傷口，記得總有星宿。沒法長流逝水，跟隨愛廝守，仍懂得笑着走。人生不會白走。
此時此刻有誰共鳴？上年參加個歌唱比賽啦，咁樣當時睇我比賽嘅時候，咁啱有啲行內嘅人咁樣啦，就咁啱睇到。咁啊，參加完比賽之後，咁就有啲單位同我講：啊，你都有啲潛質咁樣啦，咁你要不斷進修嘅當然。但係不如我幫你啦咁樣。咁我當時就諗緊咩嚟嘅咧？因為我又冇諗到咁長遠，好坦白講，我又覺得自己火候又未到，好多嘢都唔識咁樣。但係原來我發覺真係好多唔同嘅崗位啦。我 so far 我暫時嘅認知咧，就係我覺得當然我唔係完美，有啲嘢我係做唔到嘅。但係喺你做到嘅範圍入邊，你做得好，做得最好，咁我覺得係 so far 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對自己有交代嘅咁樣。前排咧，我就出席一個活動啦，咁啊見到林奕匡先生啦。咁林奕匡係以前我中學時期好中意嘅一個歌手啦，因為佢嘅歌好好聽啦。記得咧喺中二嘅時候我就突然之間喺個籃球場度，即係喺可能出邊嗰啲街場嗰度啦，見到佢打緊波，同馮允謙一齊打緊波。咁當時我就係一個學生嚟嘅啫，咁望到佢哋咧，我喺度諗緊，我應唔應該行埋去同佢哋影相咧咁樣，因為我都怕醜啊嘛。咁但係佢哋又好似同其他人玩緊我咁樣，咁我就話唔緊要啦。我覺得因為可遇不可求，我唔知會唔會再撞到佢哋。當時我就行過去膽粗粗問佢哋可唔可以影張相。咁林奕匡就好好啦，佢就同我講話好啊，冇問題啊。即係當然J 風都好好，即係馮允謙都好好咁樣。咁兩個都有同我影咗張相，但後尾咧加入咗樂壇啦，成為一份子。咁喺唔同嘅場口都見到林奕匡先生，咁佢認得我，咁令到我覺得好感動，因為即係佢原來都即係我當然有同佢解釋過當年有影過呢張相咁樣，跟住佢望到之後有啲印象，原來有啲嘢原來喺人哋嘅心目中都可能會有啲記憶。咁我想點一隻歌就係我中學好中意嘅《高山低谷》。站在樹林內就如沒氧氣，在夕陽下寂寥吧，沒權利見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將你我分隔兩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貴族遊戲，我的街角遊記，天真到信真心太兒戲。你快樂過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幾多人位於山之巔，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誰怕氣喘？但那終點掛在那天邊。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適宜滯於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亂，渴望大團圓。腳下路程難以削短，未見終點，也未見恩典。我與你極遠。越無望未來沒有我，在斷崖下盡頭吧，樂園未有過，彷彿天一黑天一光，揮發了一句再會，只見人下墮。快慰繼續傳播，你都不慰問我，區分到太清楚，太嚴苛。你快樂過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幾多人位於山之巔，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誰怕氣喘？但那終點掛在那天邊。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適宜滯於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亂，渴望大團圓。腳下路程難以削短，未見終點，也未見恩典。我與你極遠，我卻尚要生存，偷偷存活於山之谷，等到某天雲斷。
續埋藏我愛戀，沒有終點，永沒有終點，那永遠極遠。歌手張光宇，歌曲傳情引發你嘅共鳴。我覺得有時人呢可能會有一啲好奇怪嘅舉動去調整自己嘅心態嘅，因為人其實咧都好大壓力嘅，每一即係喺呢個世界上邊，因為好多時候都要面對唔同嘅挑戰啦，生活上有好多變化啦，可能講嘢啊，不斷去唔同嘅動作去調整自己係好正常嘅事，包括我自己在內啦。以前我成日都會覺得我成日都自言自語啊，要 self talk 啊，會唔會好奇怪呢？或者可能我有啲動作要幫自己去調整自己嗰個人嗰個狀態，會唔會好奇怪呢？一路我都覺得自己係咪同其他人唔同呢？直至到我聽到一隻歌叫做《致命日的舞》，我望到個 MV 入邊啦 dancer 不斷去透過自己一啲舞蹈一啲肢體語言去抒發自己嘅情感、自己嘅不安同無力，咁令到我覺得好有共鳴。即係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可能都有自己嘅方式，令到自己揾到個出口。咁多位聽眾，如果你哋都可能同我一樣，有呢啲間唔中會可能迷失咗方向，要可能一啲獨特嘅方式去令到自己去抒發、去抒解，唔需要覺得自己會唔會好奇怪，因為其實只要你唔傷害到人呢，我認為其實任何方式幫助到自己呢都係冇問題嘅。我有時都會聽一啲比較可能冇乜人聽嘅歌啦，可能一啲偏門少少嘅歌，因為我覺得嗰啲歌會代入到我啦，或者可能我自己會自私地想希望嗰隻歌係好似好屬於我咁嘅感覺。有時候嗰個心態可能就係覺得揾一啲可能真係專門屬於我嘅嘢去寄情，咁歌曲只係其中一樣嘢。可能喺生活上儲下模型啊，打下啲遊戲機啊咁樣，咁諸如此類嘅動作咧，都會令到我去覺得佔有慾啊！我唔知道點講，即係嗰個自己代入咗嗰個角色啊，可能你會覺得個歸屬感好啲啦，即係因為呢件事親切啲，係我嘅喎咁樣咯，所以我成日都係咁樣嘅。咁我希望呢度有一隻歌就係陳奕迅嘅《致明日的舞》，希望大家繼續為明日而鼓舞。躺於隻土入邊，讓你沒法入面踮起腳尖。舞擺裏兜兜轉，轉身去找光線，就快望見路中有霧一同探險，沿途遇到麥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見。搖曳裏到曠野到晚空，要碰到永遠青春的夢，會跌痛也會哭，教會我要記得深處的悸動，隨傷疤滲入你，再種一彎笑容。我會與你抱擁，雨再降也覺得不凍。上萬尺巨人嚇驚了嗎？哪次會邀請你坐於最寬肩膊共舞着嗎？跨出的步履如作畫，沿途靜聽山海清雅，帶點耐性再兜個圈嗎？搖曳裏到曠野到晚空，要碰到永遠青春的夢。也會哭，教會我要記得深處的悸動，隨傷疤滲入你，再種一彎笑容。我會與你抱擁，雨再降也當吹吹風。還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願看盡各種美好。會嘆氣，會怯慌，更看到那處可心安。成長的故事裏，跟我一起盼望遠方
發光，這個你已叫天清朗。再與你轉個圈，發覺你會更內看。此時此刻有誰共鳴？以前我細個會覺得旋律係好重要，即係覺得個曲得就得㗎啦。歌詞啊，聽開以前舊時80年代嗰啲歌，可能冇咁着重嗰啲意思咁樣，可能比較個 feel 去多啲。即係呢個可能我孤陋寡聞，當時咁樣諗下，呢個係一廂情願。咁但係原來唔係，即係當時當然其實都好有意思啦，好多歌都。我自己又發覺原來有啲歌真係份歌詞咧救駕咗成隻歌，有唔少例子。咁我自此之後我就覺得歌詞係非常重要，呢樣嘢係直情係隻歌嘅意思啦。第二樣嘢就係你要知道聽眾都係要尋找共鳴嘅位置，所以歌詞要令到佢哋覺得佢哋係呢個情景，而佢哋就會更加希望聽多幾次啦呢隻歌。咁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朋友咧佢就啱啱分咗手，咁佢就好唔開心啦，因為個女仔同佢一齊咗好耐，咁啱又同佢去卡拉 OK。咁我諗住不如你聽一啲即係符合你嘅情緒嘅歌咧，咁樣講，等你抒發得好啲。佢話唔要，我要一隻快歌，我要一隻好麻醉到我嘅歌。呢隻歌咧叫重口味。點解咧？因為佢以前咧都成日都俾一啲情情塔塔嘅嘢搞到自己嘅心理咧去到一個好唔好嘅狀態。咁但係佢就好中意每次殺不死你，殺不死你也醫好你啊！即係覺得既然係咁啦，我都咁唔開心，不如就即係嚟一隻快歌麻醉自己啦，即係吸收心痛。痛恨別離咁樣啦，即係已經係攞一個方式去幫助自己走出呢個空間。咁啊，人其實都一樣喎，有時候都要一啲方式去幫助自己，未必係下下都咁幽怨嘅。有時可能你用一個比較另類少少呢個劍走偏鋒嘅方式去幫助自己調解自己咧，某程度上都可能係一個好好嘅方式嚟嘅。咁啊，重口味呢隻歌啦，我當時小學嘅時候一聽咧，我就覺得好特別。我知道佢係致敬翻80年代嘅曲風啦，咁但係同一時間，我覺得陳奕迅先生嘅演繹咧，又令到呢隻歌咧，除咗有少少80年代嘅感覺之外咧，都好有現代化，所以我好欣賞呢隻歌，而且咧。我每次聽呢隻歌嘅時候咧，將一切煩惱拋諸腦後，我覺得好似唔理咁多嘢啦，聽到呢隻歌下完再講啦咁樣。所以咧，我希望咁多位可能而家面對緊工作日常嘅挑戰嘅聽眾們，聽呢隻歌嘅時候，可以稍為下載一下自己。其實不必醫學根據，我有的病我會醫病，我會攞諾貝爾獎，大白獎，患了生病已會醫病，既中槍也中獎。其實講穿只是一句，要你的命救你的命，秘訣一般已重傷，夠重傷。你這種命，我這種命也要聽，我會聽。我也是場硬仗，挫折練成大將，今天羽翼半張，你是偶像。每次殺不死你，殺不死你也醫好你，切記要爭口氣，要爭口氣，你不要死，眼淚裏含有止痛藥，誰亦靠啜泣啜泣啜泣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殺不死你，殺不死你也醫好你，情願從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別離，磨練出胸肌腹肌心機，要治本必須重口味。鼓勵金句，教你怎樣，教我怎樣，每次遭殃，靠冥想，這個劑量，這個劑量，去壓驚，我也是場硬仗，挫折練成大將，今天羽翼半張，你是偶像，每次殺不死你，殺不死你也醫好你，切記要爭口氣，要爭口氣，你不要死，眼淚裏含有止痛藥，誰亦靠啜泣啜泣啜泣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殺不死你，殺不死你也醫好你，情願從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別離，磨練出胸肌腹肌心機，要治本必須重口味。突然定鏡，過去是全無常，
犧牲對付創傷，痛着發亮。每次殺不死你，殺不死你，也醫好你。切記要爭口氣，要爭口氣，你不要死。眼淚裏含有止痛藥，誰亦靠啜泣啜泣啜泣去痛眼口意味。每次殺不死你，殺不死你，也醫好你。情願從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別離。誰若要勝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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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促的分手也細味。歌手張光宇，歌曲傳情引發你嘅共鳴。咁我今日希望大家支持嘅機構係循道衛理中心嘅更生青少年服務。咁因為有時青少年可能對個社會認知未有太深嘅時候，做錯事啊，行差踏錯，或者可能受人唆擺會誤入歧途。咁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青少年，生命先啱啱開始，佢哋一次半次行差踏錯，都希望能夠換嚟另一個新嘅機會。大家可以透過呢個有誰共鳴嘅節目，了解到更加多而家可能有時誤入歧途嘅年青人，佢哋需要啲咩支援，值唔值得新嘅機會呢？咁樣。循道衛理中心更生青少年服務於1997年正式開展，致力協助更生青少年建立正確嘅價值觀念同埋自身價值，提升佢哋嘅生活同埋職業技能，以確立人生同埋工作目標，同時協助佢哋改善人際關係同埋社交能力，建立正面嘅支援系統及網絡，以助佢哋重新融入社會。我係張光宇，如果我揀嘅歌能夠引起你共鳴，請用手機發一個短信到50881-903，捐出5蚊，支持循道衛理中心更生青少年服務。此時此刻有誰共鳴？雷霆881，叱咤903，有誰共鳴？ Hello， 大家好，我係張光宇。今日嚟到有誰共鳴嘅節目啦，咁我就會分享我8隻有共鳴嘅歌曲啦。咁希望咁多位聽眾能夠係揾到你哋嘅共鳴啦，同埋希望你哋可以欣賞到以下落嚟嘅歌曲。我亦都會介紹一個慈善團體，希望大家會支持。2024年，張光宇善用喺學習音樂上嘅成果，完成《蕩失路》呢首歌曲。佢話從來都冇諗過可以喺音樂入面揾到自己嘅路向，更因為音樂拉近同屋企人嘅關係。現階段更下定決心繼續經營音樂，吸收更多同音樂有關嘅養分，繼續邁向未知嘅領域。自從我而家叫做入咗行之後啦，咁樣我都吸收咗好多唔同前輩嘅意見，亦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創作人啦、寫作人啦、詞人咁樣。咁佢哋分享俾我嘅意見就係歌詞就係成隻歌嘅中流砥柱，一定要做得好。所以我都有得着嘅喺呢方面。喺度我想致敬翻我第一隻歌監製啦，魏森老師。以前有幫 RubberBand 寫好多好正嘅歌啦，咁當中有一隻歌啦，係佢同佢隊友一齊創作嘅歌曲啦。呢隻歌叫做《發現號》。咁《發現號》係一隻又好 rock 嘅歌啦，一隻好勵志嘅歌啦。個 MV 就係講幾個船員撞進了冰山啊，冇諗過會存活得到噶啦，已經有少少破釜沉舟咁嘅感覺。其實呢個感覺呢，對於我嚟講係好深刻嘅，因為呢，由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呢，再唔合格我就俾人踢出校噶咯。咁我就諗緊啊，當時我冇理咁多啦，即係破釜沉舟、背水一戰咁嘅感覺。呢個覺悟呢，我唔知道我捉得準唔準啦嚇。我希望我而家廿幾歲人啦，我唔知道日後仲有冇呢啲咁嘅感覺啦。咁但係有時諗到呢樣嘢呢，我覺得好刺激嘅。即係你係咪叫你享受呢一刻嗰個生死嗰一刻嘅過程呢？嗱，我又未好正正式式咁面對一啲好生死人生走馬燈嘅時候，轉捩點諗住你究竟係轉校啊，定還是你點樣呢？咁樣真係一個超級轉捩點嚟嘅。甚至而家呢一刻出嘅歌曲啊，可能帶到我去咩位置呢？究竟我係點樣嘅呢？呢樣嘢我係會不斷諗緊，究竟係咪破釜沉舟嘅感覺呢？但我覺得冇你咁多，因為我覺得只要你一日仲喺呢個世界度，一日你都係有希望。我希望大家秉持住呢個精神，送俾你哋係有 RubberBand 嘅《發現號》。一秒從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終會踏足這峽灣，劃破了風衣，掉了救生衣，未曾想過會幸免，若生於某個總擠不進我地點，注定遠
線也都乾透了，雙腿卻繼續狂慌，再衝出那人浪，幾次被埋葬，窄巷中復活過幾趟，留一口氣講，再失敗自動看透，那不甘去為我來營救，向着太陽狂走，撞進了冰山，遇上了急彎，一秒從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終會踏足這峽灣，劃破了風衣，掉了救生衣，未曾想過會幸免，逆光中進發，不甘安置到盲點，上路去再實踐。板塊移動了，亂世中絕地裏反抗，誰多於暗光，直到失敗自動看透，讓那不甘去為我來營救，向着太陽狂走，撞進了冰山，遇上了急彎，一秒從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終會踏足這峽灣，劃破了風衣，掉了救生衣，成全這最美歷險，逆光中進發，不甘安置到盲點，上路去再實踐。此時此刻有誰共鳴？早排啊，我得知到有一隊樂隊啊，英國嘅老牌樂隊叫 Oasis，佢哋咧就復合啦，嚟緊會有翻巡迴演唱會啦。咁因為我就唔係嗰個年代啦，我聽翻啲哥哥姐姐咁講啦，佢哋話當時咧喺英國咧 Oasis 係一隊好紅嘅樂隊嚟㗎。咁佢哋出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咁樣啦。我自己睇翻一啲網上嘅資料啦，深深俾嗰兩兄弟為之着迷啦，因為我覺得佢哋嘅態度啦，佢哋嘅歌曲都係好動聽啦，佢哋嘅台風都係好正。咁其中一隻歌咧叫做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呢隻歌都係佢哋其中一隻非常當紅嘅歌曲啦，亦都係英國人心目中嘅非常象徵式嘅歌曲之一啦。咁呢隻歌其實係講一個女仔叫 Sally， 佢面對一個失敗嘅婚姻，最後亦都出走啦，即係冇諗住同佢另一半修成正果。咁但係因為歌詞入邊有一句叫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聽眾咧後期就將佢演變成一種叫做我哋唔望過去，盼望未來嘅歌曲，即係變咗一隻勵志歌曲。其實原本係類似情歌、婚姻嘅歌曲。咁對於我嚟講，我覺得點解佢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咧？有時人係會有啲唔好嘅情緒啦，可能我睇翻以前嘅嘢，我都會嬲啊！早知咁樣啦，點解以前會咁樣做錯嘢㗎？或者以前點解要咁樣對我啊？睇翻諗翻以前，我嬲啊！我好似放下唔到啊！我好想報仇啊！有時有啲唔好嘅情緒。咁但係自從聽翻呢隻歌之後，尤其是個副歌咁大聲唱 We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咧，即係嗰下我會覺得好似係點醒緊我哋唔好嬲，我哋睇翻以前嘅嘢，我哋唔好嬲，以一個寬恕嘅態度，以一個即係點講學嘢嘅態度繼續前進，即係嗰句 We Don't Look Back in Anger。仲要臨尾咧，連續講咗3次，就好似同我講咁樣啊！因為我就係平時一個好負面、成日都嬲嘅人啦。跟住聽呢隻歌嘅時候，係咁同我講咁樣 We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We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We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即係嗰個感覺就係好微妙。情緒嚟講咧，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人生其中一個難關嚟嘅。但係我覺得呢段時間係我準備去鋭變成為更加成熟嘅人嘅過程，所以我希望介紹呢隻就係 Oasis 嘅 We Don't Look Back in Anger。You said that
歌手張光宇，歌曲傳情引發你嘅共鳴。入咗行之後咧，咁當然聽嘅歌就越嚟越多。我發覺以前聽歌咧實在太少啦，聽嚟聽去都係可能某一個路向、某一個門派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唔係，如果你真係希望去豐富翻你自己嗰個閱歷啦，豐富翻你自己嘅認知啦，你應該係吸收晒唔同類型嘅歌。可能我係比較雜少少嘅，平時問啲朋友你聽咩歌啊，通常都係答你K-pop 咯，聽開英文歌咯，國語咯，廣東歌咯，即係 indie 咯，我就乜都聽嘅。可能聽落會好似有啲雜亂無章嘅感覺，但係我覺得尤其是我而家呢個位置呢，吸收係好重要，所以我唔介意聽晒咁多種嘅。我覺得咁多種都係吸收嚟嘅，因為即係講翻起點解自己入行呢，之前其實萌生嘅種子呢，其中一個部分就係嚟自中學嘅時候參加咗歌唱比賽。喺我學校嚟講呢，都比較風頭等少少嘅玩意嚟嘅。喺我學校呢，以前阿 Moon 聽啦嗰啲，一係一個歌星啦，咁當時喺我學校都攞冠軍咁樣。咁我自己睇完之後，我又會覺得我自己都想玩下，面對下啲挑戰啦咁樣。咁我就當時喺個中三嗰一年呢，我就膽粗粗報名參加，揀咗一隻歌呢，因為始終自己當時唱功呢就唔係太好啦，揀咗隻唔需要太 hardcore 嘅歌，但係呢同一時間係非常之好聽嘅歌啦。嗰隻就係張國榮嘅《最冷一天》啊。咁當時咧，我朋友錄咗我啦，台上面唱緊歌嗰段時候咧，咁我就可能驚啊，有啲腳震啦，跟住又同啲人又想有啲互動，咁但係又好似有少少內斂咁嘅感覺。而家睇翻起我都覺得幾過癮，幾搞笑。我一路都有唱翻呢隻歌啦，喺唔同嘅 cover、唔同嘅場合。咁我希望可以唱翻個更加好嘅版本，去救贖翻我當時嗰個比較兒戲少少嘅版本。但係雖然係咁樣啦，呢隻歌亦都係令到我萌生咗中意表演、中意唱歌嘅種子，所以呢隻歌對我嚟講嘅意義都好大。亦都係因為呢隻歌咧，雖然唱得唔好，但係咧因為可能評判睇中我有啲搞笑嘅成分咧，就揀咗入決賽。咁所以呢隻歌我希望送俾大家。天氣咧雖然而家就開始熱翻啲，咁但係咧或者你哋每人心目中都有你哋嘅最冷一天嘅，送俾你哋有張國榮嘅最冷一天。如果傷感比快樂更深，但願我一樣伴你行。當抬頭迎面總有密雲，只要認得你再沒有遺憾。如果苦笑比眼淚更真，但願笑聲像一滴滴吻。在剩餘光線面前，留下兩眼為見你一面，仍然能相擁才不怕驟變，但怕思念。唯願會及時擁抱入眠，留住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過最冷一天。長夜無需一個
人，任未來存在哪個可能？和你亦是最後那對變更，唯願在剩餘光線面前，留下兩眼為見你一面，仍然能相擁才不怕驟變，但怕思念。唯願會及時擁抱入眠，留住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過最冷一天。此時此刻有誰共鳴？拉屎一隻咧，我希望點俾所有而家正在迷路迷失方向嘅人啊，因為我覺得即係人生咧，有時就係會不斷去摸索啦，不斷去唔同嘅去挑戰啦，可能覺得你嘅思緒入邊有好多唔同嘅答案，你唔知邊個先係真正嘅答案。見到朋友其他人有好多唔同嘅方式令到自己成功我究竟係邊一款呢？咁樣可能你都尋覓緊咁樣啦。但係我會覺得人生咧就係一個不斷摸索、不斷去探討你自己個意義嘅一個過程啦。所以我點一隻歌就係我嘅第一隻歌啦，呢隻歌叫《蕩失路》啦。咁呢隻歌咧都係我嘅心路歷程啦。咁但係我相信亦都係好多人嘅心路歷程，因為人係一定會蕩失路嘅。有時我可能搭啲車咁樣，我搭錯車，我試過因為我迷失一個人，可能專注力有啲缺乏，我試過連搭車我都可能蹲咗成個零兩個鐘，搭錯咗，不斷搭唔翻咁樣。我試過咁樣，我都好猛。Even 呢啲咁生活上咁細微嘅嘢，令到我好猛啦，好心情好唔好咁樣啦。咁我相信更加大嘅事情，我一定會更加崩潰啦。所以呢個就係你當中嗰個體會咯。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唔緊要啦。可能你蕩失路呢段時間，咁啱你係望到眾生相望到唔同嘅人生百態，可能你又另一番體會咧，又可能幫到你嘅創作又好，幫到你可能唔同嘅思想咧即係有時你淨係想要個結果，你望唔到側邊嘅嘢嘅時候，又好似冇乜趣味係嘛？正如你可能失意嘅時候，你唔開心，你會覺得我會行冤枉路行得多咗咧咁樣。但我反而會覺得呢啲嘢就會豐富咗你個人嘅情感咯。就算你係失敗咗，你係有啲唔好嘅感覺，都係對於你個人嚟講係得着嚟嘅。即係人嘅意義就係我覺得除咗enjoy 好嘅 moment 嘅時候，你承受唔好嘅 moment 都係你嘅意義嚟噶嘛。我覺得都係令到你去有所得着、有所體會噶嘛。所以我覺得一個人咧，淨係得開心咧係唔夠豐富、唔夠層次嘅。我覺得係要有齊晒唔同嘅嘢，要迷下路，要迷失，咁你個人先會立體嘅。若太多疑惑，要怎麼找回答？沒有標準答案吧，處境有萬樣看法，如存活永沒法參考別人，曾也對天拷問，冷靜了方清楚指引，藏在這顆心。蕩失路曾遇過，亦因你路過最初，得失似成長的必修課，總難免出錯，受傷過尋回我，站於失望前面，孤身作戰不破，行盡冤枉路，仍為此刻突破。曾疲累似踏上兜轉路程，迷惘更顯差勁，決定了該整裝出發，不靠誰和應。蕩失路曾遇過，亦因你路過最初，得失似成長的必修課，總難免出錯，受傷過尋回我，站
於失望前面，好好振作，成熟不等於全部收起，令個蕩失路，明了光，亦因你贈我太多，多得你曾經終於感覺選擇放開我，幸福過成全我，站於希望前面，鼓起勇氣不可，行盡冤枉路仍未更改直覺，就等我成為我，學識快樂這一課。歌手張光宇，歌曲傳情引發你嘅共鳴。咁我今日希望大家支持嘅機構係循道衛理中心嘅更生青少年服務。咁因為有時青少年可能對個社會認知未有太深嘅時候，做錯事啊，行差踏錯，或者可能受人唆擺會誤入歧途。咁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青少年，生命先啱啱開始，佢哋一次半次行差踏錯，都希望能夠換嚟另一個新嘅機會。大家可以透過呢個有誰共鳴嘅節目，了解到更加多而家可能有時誤入歧途嘅年青人，佢哋需要啲咩支援，值唔值得新嘅機會呢？咁樣。循道衛理中心更生青少年服務於1997年正式開展，致力協助更生青少年建立正確嘅價值觀念同埋自身價值，提升佢哋嘅生活同埋職業技能，以確立人生同埋工作目標，同時協助佢哋改善人際關係同埋社交能力，建立正面嘅支援系統及網絡，以助佢哋重新融入社會。我係張光宇，如果我揀嘅歌能夠引起你共鳴，請用手機發一個短信到508819003，捐出5蚊，支持循道衛理中心更生青少年服務。此時此刻有誰共鳴？支持 SMS 共鳴熱線嘅機構包括1010 CSL、中國移動香港、Sun Mobile、SmarTone 及3以及潘永祥會計師事務所。